大家好，我係 Molly，記得幫我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多謝你。歡迎返到嚟。上一集我哋揭發咗血糖峰值點樣靜靜雞咁摧毀我哋嘅健康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會講下點樣反擊啦。我會將控糖革命全本書最精華、最實用嘅10大方法一次過講晒俾你聽。我保證跟住呢10招呢，你唔需要戒口戒到好辛苦，唔需要去計嗰啲卡路里計到頭暈，只需要少少策略就可以大大咁改善你嘅精力啦、皮膚同埋情緒。準備好未？喺開始之前，我哋必須確立咗正確嘅心態先。我哋嘅目標係要純化葡萄糖，而唔係要消滅佢。所有嘅方法都係圍繞一個核心原則，就係減緩碳水化合物消化成葡萄糖，同埋減緩被小腸吸入去血液嘅速度。記住，我哋唔係要對抗食物，而係學習同食物合作。竅門1：飲食順序法。呢個係全本書最重要嘅重點，有好強嘅實驗數據支持。研究顯示，淨係改變進食次序就可以降低食嘢之後血糖嘅峰值達73%。正確嘅順序係首先食纖維，即係蔬菜啦，跟住先去蛋白質、脂肪，即是包括肉類啊、魚、蛋同豆類，最後先係食澱粉質或者糖分類。即係有飯、麵、甜品等等。呢個次序嘅科學原理呢，就係首先由纖維打頭陣。可溶性嘅纖維呢，喺腸道嗰度會形成一個凝膠網，物理性咁減慢後續食物嘅消化酶。跟住就到蛋白質同脂肪接力，去刺激腸道釋放腸促胰素，減慢胃排空，促進胰島素聰明分泌。舉個例子啊，譬如當我哋食茶餐廳啲碟頭飯，先食咗所有嘅蔬菜同埋餸，最後先食飯；或者我哋食碗雲吞麵咁啊，都係要先食咗菜同雲吞，最後先食麵。竅門2同第一個竅門都好相似，其實就係都係講先要食菜。研究發現呢，其實食飯之前簡單食一份醋撈沙律，大概150g，已經可以大幅咁壓制血糖上升。好簡單，可能淨係幾條青瓜、一細碗車厘茄，或者將啲生菜包住啖肉嚟食，或者食少少 nuts 堅果，雖然唔係菜，但都有啲幫助嘅。第3個竅門就係要重新定義早餐啊！早餐係身體最敏感嘅時段，傳統甜早餐呢會直接啟動一日嘅血糖過山車。早餐嘅黃金公式呢，係最少有20g 蛋白質，加少少優質脂肪，再加少量複合碳水。有啲人就會問，咁唔食早餐呢？如果唔食早餐會唔會好傷胃㗎？關鍵就在於你上一餐係幾點食啦。如果你前一晚食宵夜食到好飽，朝頭早唔餓，咁其實唔需要勉強去食啲早餐嘅，可以嘗試將個早餐褪後啲。實行一個溫和嘅間歇性斷食，咁俾胰島素有長嘅時間休息。竅門4，我哋要食鹹嘅點心，杜絕嗰啲有糖分嘅零食。零食時間係控制全日血糖穩定嘅好關鍵嘅位。書入邊講出我哋可以備有嘅零食有邊啲，譬如水煮蛋啦、原味嘅 nuts、芝士條或者細細盒嗰啲小芝士、青瓜條、車厘茄、無糖杏仁奶等等，呢啲都唔係甜味嘅零食嚟嘅。咁我哋盡量要避免邊啲零食呢？餅乾啦、糖果啦、甜味嘅酸奶啦、果汁同埋大部分嘅能量棒啊。竅門5，要好聰明咁樣去食甜品。中意食甜嘢呢唔係罪嚟嘅，關鍵呢喺個 timing 嗰度。記住，永遠要喺食完營養均衡嘅正餐之後食甜品。點解？呢個時候嘅腸道入邊嘅纖維、蛋白質同埋脂肪就好似海綿咁，可以吸收並且慢慢咁分解呢個糖分。一餐飯之後食嘅蛋糕呢，點都會好過你下午空肚嗰陣食嚿蛋糕㗎。即係話平時如果真係好想食蛋糕呢，就要食完正餐、食完午餐或者晚餐之後食。
如果想飲奶茶，就要跟住食飯嗰陣飲，就唔好空肚飲。就算生果都係糖，就最好喺正餐之後食。第6個竅門就係醋啦，呢個係成本最低嘅控糖補充劑。研究證實，餐前飲用1湯匙蘋果醋，要稀釋喺1大杯水入邊嘅，咁可以降低餐後血糖峰值30%。點解呢？因為醋酸可以暫時抑制小腸中分解澱粉嘅澱粉酶活性。如果唔習慣飲醋，咁可以試下其他方法，譬如用醋嚟做沙律醬啦，食壽司嗰陣點多啲醋等等。嚟到第7個竅門，就係食飯之後要有微運動嘅習慣，唔需要做到出晒汗㗎。食飯之後散步10至15分鐘，通過肌肉嘅收縮，直接將血液中嘅葡萄糖掹入去啲細胞入邊消耗咗佢。呢個過程呢，唔依賴胰島素，效率好高㗎。如果唔方便去散步嘅話，有其他選擇，就係譬如食完飯之後企喺度做嘢啦，做輕量嘅家務啦，甚至係做啲簡單嘅拉啊、伸展嘅動作都可以。第8個竅門，書入邊呢用咗一個好形象化嘅比喻，就係要幫碳水化合物着上一個防護服。冇唔好嘅碳水化合物嘅，但係我哋唔可以俾佢孤單一個。當你要食飯、食麵、食麵包嘅時候，一定要幫佢搭配足量嘅伴侶。譬如你要食飯，就一定要加埋大量嘅蔬菜，同埋加1塊手掌大嘅魚或者肉。食麵包就要加啲牛油果啊、花生醬啊或者雞蛋沙律咁。食意粉呢，可以加啲番茄肉醬、橄欖油為主嘅醬汁，但係就避免用白汁啦，白汁比較肥嘅。食薯仔呢，最好連皮食，再加啲酸奶或者橄欖油。第9個竅門就係要優先選擇完整形態嘅食物，永遠記住呢個等級。完整嘅水果係好過水果泥，亦都再好過果汁嘅。第2個例子，全穀物即係糙米或者燕麥，點都好過精製穀物即係白米或者麵。工業加工呢，成日都會剝奪咗最重要嘅纖維同營養素，淨係留低好快速釋放嘅糖分。第10個竅門，要充分咀嚼去啟動消化信號。我哋食嘢呢，好多時香港人太急太趕啦，成日都狼吞虎咽。試下去仔細咀嚼，每啖嚼20至30下，咁樣唔單止可以物理性咁破碎啲食物，更加可以令口腔充分咁釋放唾液澱粉酶，預先通知大腦同埋個胃去準備好消化液，然後呢，消化就會更加暢順同埋緩和啦。好，講完嗰10個竅門啦，我哋睇下有啲咩常見問題啦。譬如你問我好中意飲奶茶㗎喎，真係戒唔到，咁點算啊？唔使戒嘅，用竅門5啊，喺正餐之後飲，同埋可以要求少甜、走甜去慢慢適應。同人應酬食飯好難跟順序喎，盡量啦，可以帶頭夾菜先，或者靜靜雞食嘢嗰陣去排嗰啲次序。總之做到少少好過完全唔做嘅。咁係咪永遠都唔可以空肚食甜嘢啊？理論上就係嘅，但如果真係好想呢，就食好少份量，或者配啲堅果一齊食啦。要幾耐先見到效果？好多人喺幾日內已經感覺到精力有改善，皮膚同埋睡眠嘅改善就可能需要幾星期啦。呢本書呢，俾我哋嘅唔係一條又一條嘅禁忌清單，而係一套可以令我哋身體恢復和諧嘅使用手冊。咁我建議你可以試下咁樣開始啊。譬如第1個星期你專注喺竅門1，即係飲食次序嗰度啦，跟住再加上飯後做少少運動，即係好似散下步咁樣，去感受下身體嘅變化先。跟住落嚟，你就可以試下慢慢咁改善下早餐嘅選擇啦，同埋戒咗空肚食甜品。跟住呢，就試下可以每一餐之前呢，都準備啲蔬菜俾自己食下先，同埋嘗試下餐前飲醋。其實改變可以即刻就開始噶啦，唔需要一開始就完美，只係需要開始啫。
當你嘅血糖曲線翻返去平穩嘅狀態，你會收到嘅唔單止係體重容易啲管理啦，更加係朝頭早更加充沛嘅精力、穩定嘅情緒、清晰嘅頭腦同埋更好嘅睡眠，甚至係長遠嘅健康。歡迎大家留多啲言去分享下你有冇去實踐我哋以上提到嗰10個竅門，如果有嘅話，有咩變化？如果你覺得呢2集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你大力咁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記住，我哋其實要健康，唔需要好辛苦去改一啲壞習慣，只需要食得聰明少少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如果你哋有乜嘢書想我分享嘅話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喂，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 Molly，下條片再見。